喂，即興快閃廣州3日2夜，由深圳搭高鐵1個鐘就到，落地先衝去酒店放行李，間房片尾再講。放低嘢，肚餓到爆燈，衝去北京路食個 lunch 先。呢間大鴿飯超出名，我上高鐵12點拎飛，等到2點幾先有位，等超過60分鐘，佢送埋一隻乳鴿，紅燒板多汁嫩滑，原焗都夠香。煲仔飯粒粒分明有飯焦，我俾9分。食完見到鴛鴦王，凍央少甜，好飲過樓下茶記啊！北京路必去大佛寺打卡，門面牌坊超靚，入面仲有佛像參觀。之後4圍掃街，食薑汁撞奶，再等夜晚大佛寺開燈影相。酒店離北京路15分鐘，房間一眼睇晒。最搞笑係廁所門有少少透明，同朋友嚟就要諗下啦。我仲要間房壞咗電視，所以換咗間套房，可以影埋俾大家睇。晚餐叫外賣，喺酒店超住食。第一日完，鍾意就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啦，下集再見。